晚上一單突發新聞，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就離世，終年就77歲。咁喺網絡上面咧，咁其實對於肥龍嘅事蹟啊，咁原來咧係覺得係好多壞㗎嗱。雖然咧佢曾經試過因為涉新地案啊，就係呢個貪污案啦，就係被判監7年半啦。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喺網絡上面嘅聲音，對於肥龍啊，即係離世之後就覺得就話，原來香港係之前啊，即係佢做好嗰方面啊，佢做官員嗰時都係有好嗰方面㗎啦，包括係曾經係擊退一啲嘅金融大鱷啦。然之後咧，有個網民咧一語中的就話啦，佢嘅級數啊，而家都唔知邊個官員啊可以及得上佢一半啊！咁做人有時又冇咁負面嘅，咁可能貪腐嗰方面啊就同許仕仁差唔多咧。好啦，睇片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咁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製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啊！感激感激。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咧就喺今日2月1日嘅時間咧就喺下午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咧因病離世嘅，享年77歲。咁呢個消息咧係來自政界嘅，咁亦都係有認識許仕仁嘅朋友認為就話啦，佢出咗之後咧咁其實都有增磅嘅。咁早半年前咧突然之間咧見佢咧係變翻做肥龍喎。許仕仁咧生前咧就係出名咧就愛好係美酒佳肴嘅。曾經咧就試過係用21萬啊就係享用一頓嘅法國菜啊，真係名噪一時。喺2014年啦，咁佢就因為係貪污案咧就被判監7年半。喺2019年12月8日咧就刑滿出獄。咁佢捲入咗貪污案之後咧，先後咧遭到多名嘅債主追債啦，包括東亞、新地旗下嘅中誠財務、渣打銀行等等啦，咁合共5所嘅金融機構啊，咁就追佢嘅欠款，咁欠債額咧超過7400萬元。高等法院咧亦都喺2013年嘅11月咧係頒令啊，就宣布咧許仕仁就破產嘅。至於係就住許仕仁嘅身體狀況咧，有半年前嘅朋友我見過佢就話啦，雖然係夏天嘅時間啦，但係都見到佢依然係穿住大褸出街啊。咁肥龍嘅身形已經回復咗啦。咁有政界人士表示就係佢係最近呢2個月其實身體虛弱啊，就不停係出入醫院㗎。咁最近就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咧係呢個深切治療病房啊，一直係留醫一段時間㗎啦。咁去到今早時間突然轉壞啊，就下午離世。咁至於點解會有咁多嘅網民啊，就反而覺得，咦，佢貪污喎，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好嘅官啦。咁但係點解都仲會係即係對佢死而惋惜咧？就因為許仕仁咧曾經試過咧係用佢嘅即係計謀咧，就係咧聯同曾蔭權啊、任志剛啊佢三位咧就係成功擊退咧就金融大鱷嘅。咁如果年輕嘅朋友可能都唔知道係咩一回事啦，就係講緊係97年嗰陣時啊，97金融風暴之後咧衍生落嚟咧一連串嘅一個連鎖動作啊。咁當時咧係有一班人咧就係想炒熱咗香港嗰啲錢啦，然之後後尾又即係出去拋售，咁總之又係類似即係想係整冧咧係嗰個金融體系。咁所以當時咧亦都係要靠咧係即係3位嘅即係政府嘅要員咧，先至可以成功咧咁樣阻止咧係即係更加嚴重嘅災難嘅。許仕仁咧係1970年就喺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加入政府咧任職係即係政務主任即係 A.O. 咁之後咧，佢嘅仕途平步青雲啦。喺1977年咧就借調到係成立未幾嘅廉政公署，擔任社區關係處助理處長，就負責係反貪宣傳。許仕仁就係被官場嘅人咧就係讚佢係足智多謀嘅，唔少辣手問題上面咧都係為政府出謀獻策。包括就係1986年啊，時任副經濟司係遠赴咧係北京咧就係為民航權咧就係談判嘅。咁高超嘅交際手腕咧就贏取得係內地官員讚賞。咁就係最經典一定要講1998年啊，就係呢個鐵三角組合啦，就入市擊退大鱷成為經典。被為橋王嘅佢。咁就1995年就出任係財經事務司，亦都係回歸後首位財經事務局局長。最精彩嘅咧就係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嘅時間，咁佢同係即係時任嘅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同埋時任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組成鐵三角，就係破格就動用超過係1000億元嘅公帑入市，就同炒家就博弈，就成功擊退就金融大鱷索羅斯，就係化解香港金融危機。其實當時就係相傳索羅斯起碼攞咗係就200億咧，就喺亞洲咧好多笪嘅地方啊，都係咧係即係想整冧人哋嗰個 currency。咁即係首先首當其衝都係泰國啦。我記得當時咧泰國嗰個即係外匯儲備唔係好多，就好似100億度嘅咋。咁但係索羅斯有成起碼超過係200億。咁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咁所以咧當時嚟到香港嘅時間係搞到好大鑊㗎，好多人啊即係跳樓爆煲啊。咁即係卒之搞唔掂啦。咁1年之後咧。
咁即係如果再俾佢搞落去咧，香港真係死㗎啦。咁當時咧呢三個貼三個咧就係、即係叫做係用公帑啊，即係用係政府嘅錢咧，就係用成過千億咧，就係入市。即係你索羅斯200億啊嘛，我知你底牌啦，咁我咪用多你幾倍嘅價錢咯。你拋貨我接貨，不斷咁樣係接到你冇癮。到最後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即係索羅斯咧就係宣布咧，就係即係離開，而且咧佢亦都係即係喺個即係記者嘅訪問度咧，就係鬧香港政府啊，就話啦，哇又話香港係自由港嚟嘅，點解係即係要咁樣去干預市場啊？其實索羅斯嘅指控咧係啱嘅，即係當時咧政府係唔應該係去干預個私人市場，但係你又要諗下，如果政府當時唔干預私人市場嘅話咧，成個香港會冧。咁即係亦都係迫於無奈啦，咁啊唯有咧就係要動用咧係要過千億元嘅公帑咧，先至入市咧同呢個炒家咧係搏殺，咁啊到最後啦就卒之將咧呢個索羅斯咧就係成個就整走。嗱，只係索羅斯另一位拍檔咧係羅傑斯咧，咁曾經試過嚟香港啊，咁亦都有幸嘅，因為個人朋友嗰陣時咧，咁即係叫做識金融界人啊嘛，咁我就搭單入去睇啦，咁就試過咧就見到咧就係羅傑斯，咁啊同佢傾過偈嘅，咁佢亦都話啦，即係當年啊，即係97金融風暴，佢話如果唔係許仕仁嘅話咧，佢哋話可以食晒成個香港啊，話當然啦，聽到好似話大言不慚咩料啊，死矮仔好矮嘅就係阿羅傑斯，咁但係你諗下人哋真係外國人就係高級。即係佢哋嘅呢個盤算咧就係好嘢，但係佢係冇諗到咧原來你可以用咁嘅橋咧就將佢擊退，咁亦都係因為咁樣，起碼即係喺亞洲嗰個叫做係經濟圈咧，即係再唔會聽到有啲咩外國炒家咁樣連續咁樣係即係搞冧啲國家咧，亦都係因為許仕仁、任志剛同埋曾蔭權呢三位。咁不過咧真係好諷刺啊！即係個三入邊咧，曾經有兩位咧都係曾經試過坐監。咁雖然咧曾蔭權到最後咧佢係被判咗冇罪，咁但係都慘啦，即係唔死都申訴啦。所以好彩都有翻啲長俸啊，即係起翻個個人名譽啊。咁但係其實佢都坐咗成即係起碼超過1年嘅時間。咁但係許仕仁就唔同啦，許仕仁咧佢就真係咧係即係中咗招嘅嗱。當時咧就係叫做咧中咗招叫黃金枷鎖啊嗱，因為佢喺2000年咧就離開政府咧，就到積金局嘅單位咧行政總監啦。推行咧強積金計劃，所以就被譽為咧強積金之父。咁3年之後咧就轉戰商界，都如魚得水。咁先後咧係任呢個九巴董事同埋新地嘅顧問，直至2005年啦。咁原本佢退休噶啦，嗱諗住冇嘢啦。點知咧係新上任嘅特首啊曾蔭權咧就邀請佢翻去官場啊，出任咧係政務司司長。咁啊2年之後咧就約滿啦。咁喺07年咧亦都係繼續咧係即係幫阿曾蔭權就加入呢個行政會議。咁曾蔭權咧，亦都喺許仕仁咧係被判裁成之後咧，咁亦都係不諱言咧，就係視咧係許仕仁咧為佢終生嘅好友啊！嗱，咁其實點解即係當年即係廉署咁樣告許仕仁咧，就係一封嘅告密信啦。咁就講喺2012年嘅3月咧，廉署拘捕許仕仁。嗱，當時咧許仕仁咧其實都淡出政界噶啦，咁但係佢喺2012年嘅3月就俾廉署拘捕，咁啊震驚全港。咁原來當時咧佢成為廉署調查人物啦，已經長達4年啦，就係來自2008年一封係送到廉署嘅係匿名信嘅告密信，咁啊指就許仕仁咧喺時任嘅積金局咧行政總監時咧就獲新地高層啊就係免租入往禮頓山豪宅，咁廉署亦都喺呢個成立3人小組調查之後咧，許仕仁就喺2009年底就曾以係證人身份被廉署嘅邀請飲咖啡。透露就每年1500萬元啊，新地顧問費，咁啊百密一疏就成為轉捩點啦。咁啊廉署咧就係調查佢嘅稅務文件啦，而且出動咧就係廉署嘅法證會計師啊審核啊230個戶口，數以千計嘅匯款記錄啊。案件就喺2014年喺高等法院開審，就指許仕仁啊上任同埋係卸任政務司司長前後咧，就從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聯咁啊。經新地前執董啊陳巨源啊，同埋係港交所嘅前高級副總裁關洪生咧，就抽取850萬元同埋1118元嘅款項等利益啊，咁啊令許仕仁咧成為耳目，咁令到新地咧就喺呢個西九文化區同埋係馬灣項目得益，咁啊聆訊係足7個月先至終結啊，最終咧陪審團咧就係裁定許仕仁啊、郭炳江、陳巨源同埋關洪生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咁以及係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係利益等罪成啊，分別判監5年至7年半。咁4人咧提出上訴啊，亦都係被高等駁回嘅。咁上訴至終審法院亦都敗訴。高等法院法官麥基哲宣讀判刑時間就形容許仕仁咧就係備受尊崇，才智出眾，咁亦都係為香港貢獻良多啊！咁本應名留青史嘅，如果唔係呢單案件咧，就會係近年最優秀政務司司長之
因貪心卻慾望蒙蔽，違背職責，淪得悲劇下場。終審法院判詞指出就話，所謂損害公眾，便是公職人員將自己身份黃金枷鎖，以致公職人員無法以無懼精神作出真誠服務。定罪事件塵埃落定之後，許仕仁嘅大紫荊勳章亦都係被政府刊憲，將佢咧褫奪咗嘅。嗱，雖然咧許仕仁咧有一單咁嘅案件咧，即係曾經喺身啦，咁但係咧亦都係而家網民咧，即係見到佢已經離世咧，亦都係一致咧就覺得哇，佢其實佢真係一個喺做官場嘅時間，佢真係好好喎，即係做好多好嘢，起碼真係成個香港佢自己一個人咧係即係夠晒，即係唔係好似有班人咁樣就話冇咗我哋啊，你香港人完蛋啊，就唔係嗰班人，係真係靠我哋自己本土香港人啊，曾蔭權、任志剛同埋許仕仁呢三位。但係如果即係我唔知當年呢個單案件入邊有幾多內容啦，但係即係如果你係套翻喺今時今日特色住嘅中國香港，究竟佢會唔會俾人拉呢？我都覺得係成疑問啊！因為而家係見到佢所謂嘅法官講嘅咩黃金枷鎖啊，就話咩公職人員啊，就係無法係以無懼精神作出真誠服務啊。其實你而家見到好多人都係咁咯，但係我見唔到佢有嘢啊。咁啊，反之就話你以災亂港啊，又話用國安法拉你啊嗱，反之就係咁樣啦。咁大家覺得即係究竟？即係肥龍啊，許仕仁咁究竟佢在官場嘅時間，咁究竟佢係好定唔好呢？咁大家都在心中。不過呢，就死者而已啦。咁亦都希望呢，就許仕仁嘅屋企人啦，就係節哀順變啦。好啦，如果打算幾分鐘認清事實，就繼續免費訂閱。方法就右下角撳訂閱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咁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感激。歡迎大家，我哋下次時間再見，拜拜。